哟，是那家，人家在漂亮的啦，虚红，今日第一吃你要为啥？哎，穿件红衣裳，喜气洋洋，龙年发大财。这衣服多美！你新搞的？2000啊？也得了。啊是你那张2000块那个衣裳噻？哎，你看不起哦？你搞上交工资啊？200块啊？一件的哇！哦，一件的呀！哎呦，我当时那像这个菜头的呢。吃饭至于礼银公司。耶！你都3斤掉，那你要不要吃不落吧？这个。嘿，那别吃，我自个吃的嘞。不能再吃的。哎，这两高粱香了。哎，那身体30斤谁是哩？哦。哎，那么现在米买了。两高粱都是又善良又心软。哎，这弄头呢？哎呦，我让他漂亮个讲，刚才真的我当时服务员了。你都能欣赏。今晚说的很喜欢，还有就4年，我去自己。话说4年。哪怕你听我讲在面，你边的人侪美女，除脱金庸芳。马上来着。看亮了门口的，金庸芳最嗨。那个叫姊妹，几十年分8兆，我热血沸腾。一把菜市里到个摘吧。一直还吃，现在领我5多啊！哎呀，清蒸档，年年有余啊，亮晶晶，海参地精灵的。我最后吃一种完全是鱼滋滋的么子。完全是叫什么海鲜？海着。这是八宝鸭，人家叫小姑娘帮我们猜一下。今晚我当时你讲的，你当时猜一猜的，那位小姑娘的。我有那公夸嘞，公夸没嘞。亏你那还框的啦。一天那没头沙的啦。啊，是那裤子讲了没还吃的。一张是今这个干不菜发天上，跟个不是说分啊，海参哦是鱼翅，谁得不得来找我看的？还有头来你呢？你才分的，不会得到我来的，你每个人才分到的。哎呦，乖乖呀，那个不是白啊，那鼻子香公子家，晓得了，谁得嘞？幸亏他分开皮蛮好呢。我们谁看不了那不是来我。今朝一点菜698块，阿哥说买了，再买了。也地胖也不白啊，那是个为来我吃，我再有些个地胖皮。参加各位是一个良辰吉日，等着我看到。你是来帮我是改个海。我帮你喊个钟点工人。你一点人当中，我再吃得几口。根本连对你亲呀！那个当年龄富贵，上单山下后海嘛丰富。位置差别，才口子的。哎，搿么是吧？别的公公就不来寻我。